人借錢還賭債應該點樣做抉擇？今日教你理性應對三步心法。今次真係最後一次啦，唔還錢我真係冇咗份工啦。我都好想戒賭啊，但係啲債務真係太多啦。呢啲說話係咪熟口熟面呢？好多時候家人聽到呢啲說辭，唔忍心對方受苦而幫助一次又一次，但結果呢？試下自問以下呢3題，再作決定啦。第一問，過往曾經借錢俾賭者還債嘅原因係乜嘢？結果又係點呢？第二問，如果賭者唔戒賭，再欠債嘅可能性有幾高？我仲可以幫佢解決幾多次呢？第三問，借錢俾佢還債係咪唯一幫到佢嘅方法呢？定係間接助長咗佢持續賭博呢？全力協助還債容易變成咗佢嘅保護傘，令到賭者變本加厲，忽視賭博問題嘅嚴重性。家人可能好難袖手旁觀，唔幫唔代表放棄對方，而係需要設定協助嘅底線，令賭者負起還債嘅責任，感受賭博嘅苦果，為對方增加停賭嘅動力。